屏幕發光，無論什麼都看。情人在分手邊緣，只敢喝闖。若沉默至今，還談什麼戀愛？寧願在發聲機器面前笑着望。成人只期望收穫，情人只聽見承諾，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對方？同樂面對消失回響，也如同玩歌。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就算啞關開始打陣，別說謊。陪我講，陪我講出我們最後何以生疏。誰怕講，誰會可悲得過孤獨淡過？難得可以同坐可，為何我們地位赤裸？如果生性真有療效，誰怕暴露更多？任由目光留在漫畫一角，為何望母親一眼就如罰留堂？孩童只盼望歡樂，大人只知道期望，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體恤對方？大門外有聲絲回響，卻如同韻腳。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就當重新手拖手去上學堂。是眼淚誰跌得多？無法講，嘈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觸摸。鈴聲可以寧靜難過，卻避不過。如果沉默太沉重，別要輕輕介過。陪我講，陪我講出我們最後何以生疏？誰怕講，誰會可比得過孤獨淡薄？難得可以同坐可，遙寄為之樂。如果神聖真有療效，誰怕暴露更多？你別怕我。